35。进去，进去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好多人，这边是最早的，7点半，7点，现在7点50才跳。游泳池那边是8点钟，但是应该也在做准备，人应该没这么多。这边口岸比较好，因为这边是路口嘛，丁字路口。前两个在这里，看吧，好多人。这个扎马拉是那个西饶的餐厅，他也在跳舞。出来之后搞忘了稳定器没充电，15%了电，应该坚持到2个小时，不知道能不能坚持。不行了就用手稳定。相机电池带了3块电池。景外大厦那个对面那栋楼，那个现在还没摆，那个是一个老师的那个厂。看一下啊，好多人坐满了。啊，不会。好。看完什么？昨晚上跳一个小娃子抱个狗儿，那个狗娃子好酸哦！对对对，不酸的。你这个拍出来清晰。对啊，他拍了4K 的。4K 啊？4K， 分辨率那个。它挺重的。6斤多。可以轻一点。不要这样，他不喜欢那样子。他会跳舞吗？他不会，他会走路。看过他吗？那个稳定器没电了，搞忘充电池了，搞忘充电，相机有，相机3个电池。
去景外，那个小女孩太兴奋了，老是逗我的那个哥哥，我博美啊，他老是去哄她玩，然后我这边就不好操作，直接去景外那边，但是稳定器现在电池只有7%啊，这边只有手持那种。就稳定性应该不怎么样，搞不到电池啊，充电宝充电线也没的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儿不会跳舞吗？谢谢我们3个老人们，谢谢。谁能与我同在？这没办法，接触没办法，残疾人。这种残疾那种都是很矮的，旁边警察肯定也不会管不了啊。还是城管，警察应该不会管这些，城管管这个。这边人山人海啊，今天晚上人有点多，周末嘛，人多肯定。罗马街上那边来的不是很多有名的，像那个拉错路的这边跳，他加入那个拥挤的团队。曲左儿他们今天没看到，还那个康猪也看到了。哎呀！
落雨。
哦哦，现在来看哈，我看到带狗的，我看到哦，对，我说带狗没。这儿稳定器没得电了，搞。你天天都来拍啊？基本这几天都撇了的，只要手机是手持了也不稳定，电池到够了就是稳定器没电了。对，你几个平台都发了哇？哎，就是抖音和不就是头条和 B 站。哦。B 站审核太慢了。哦。B 站的长视频一般等我有等了20-30天都有。哦。本来我是在那个 YouTube 上看到的。哦。我一般也没管那个，反正自己你看我粉丝都管都没管。哦。我以前有个频道遭关了。哦。我也拍呀。你一直在拍他们吗？哎。之前我拍的是境外大沙那边，那个。我觉得那边看到那个视频上都是好挤哦，就跟赶场。就是，它是热闹那边。那个我感觉人家挥手都不好挥，要打到人。就是。就他们之前他们都在罗马那边，就是第3个。我都看着都认得到了。他们以前，他们以前也在罗马那边。哦，他们也在那边跳。以前也是。哦。我看有的时候他们的人也在那边跳，有的时候又过来了嘛啊。他儿跳完了之后又过去。哦。这他们应该直播。然后9点半警察就要来。哎。可以，天气好还是可以。你说哪个大爷每天跑？你说80多岁？哦，那个这儿也有啊，就这两个地方有。哦。那个还有个在那个华阳那边海昌也有那些。他每天跑有点遭不住。他每天坐地铁过来的。我8年过点儿站到现在，我都觉得腰都有点痛。你也每天来吗？我没，我今天第一次过来。哦。我那天看你视频，我才晓得是2个地方。啊，对。还有一个地方是比较更小的地方，在境外大耍，就在那个前面左手边那个有个武侯城街里面，那边。那他们团队越来越大了。我就看他们觉得还多好看。基本上天天都在看。他们的美女多，帅哥也多。所以说他们就说是天花板嘛，就是找不到成都。基本上这一片找不到。我比较喜欢看跳那个啥子呢？一九错木。我感觉刚刚来的时候正好，第2个就正好在跳。我都没在意那些歌，我觉得音乐好听，可以。那几个小伙子干净得很。那个叫吴京。跳了，衣服都。还有个王青，我嘛在那边。还有个王青是那个有点胡子、分头那个。还有吴京，啥子？还有一个秋吉、灯子。就这几个嘛，他们一跳全身都是汗，女的很少出汗了。这个男的运动量起码比女的多好多倍。这个大爷的，每天都还来在跳。这大爷我看有的是穿袍子，可能也是藏族的嘛。好像不像哎。不像，反正有一个视频，我看他是穿了袍子的，就穿跟他们一样的袍子。骑都直接稳定器没得，直接就转几圈儿。我昨天我都搞忘了，昨天好像也是因为我装那个之后，它那个不平衡噻，就突然我就上下调那些转方向时候，突然也是那个，我都搞忘了，把它一起就剪进去了，准备直接就没那个，直接装了压了之后起来就睡觉，因为它一个片子弄得出来，起码要12个小时以上。还这么久的。你压了之后要几个小时才出来。出来之后你传上去，要处理系统。你就没剪辑嘛？就是剪辑很少，基本很少，基本上是原封。基本没剪辑。加点字幕。对，我懒得剪辑些，本来就是。其实你这种也好，就看现场了，就当看现场了。我今天都看的就是人家剪辑出来的，我就不晓得是在咋回事，每个地方不一样。他那边跳的风格跟这边都有点不一样。其实。这边好看点。肯定噻。这边人比那个多，圈子很大，他们的店都是自己接的，没有从那个市店那些接。
等于人多了就跳成2圈了，哎我刚来的时候只1圈。开了红灯，全是脸都是红的。面拍摄的往后退，不要那么太近了，别人看不到我们。对面没办法学我，大家退一点啊，退一点，谢谢你们，退一点，退一点啊。我觉得那么快，你们往里面走嘛，往里面走。现在还更安一些，现在还更安一些。像这种情况就没办法用手机拍。本来我2期我9期都不管它，然后我就用手机可以拍一些片段，现在拍不到，不管了。你这个打这个红色光是起啥作用呢？它就是搞的耍的，其实没啥作用，搞的脸开始红的，这里比较近的话脸是红的。其实别的可以调。
在线有20个人。哦，现在还没开始，因为过去开始了之后，时期又搞错了，时间搞成31号了，他又把停了又拖又。有一天你搞错时间，本来31号改30号。我看你好像基本每天的日期都有。基本都有，就这10来天吧，应该。我就把准备往前。我给你回个消息。啊，这个是我。哦，可以是我。你说的我不晓得。哦。就完了啊。那个跳得好，那个，跳得很好。哪个？就那个戴帽子那个，哎呀，要搞名字啊！等一下，戴帽子那个翁母。哦，就是那个女的。跳得非常好。那个他在经常看到他在，但是他没跟到他们在一起跳。他每个地方都要跳。他经常跟到吴京在一起，好像。他每个地方都要跳。我现在这边看他们，那边看他们。小伙子还是要穿起袍子，才有感觉。他星期三本来每个星期三要穿那个正装。哦。但是这上一周没那个。哦。上周我遇到过，就开始的时候，星期三那个一个大爷跟我说，我一直摆了1-2个小时那儿。
比较多，你看几十个，人体都生气了。他说你把那个他的五谷那些给遮住了，都不好教他们。
他都会跳。但是这里边有些他没有来，他只是跟他的队员，就是吴真和那个，还有那个，还有其他几个吧，还有男队员那么多，不存在啊。那凑合的人跟他们比我也可以。今天拍的人太多了，再加上我的手机稳定器没电了，然后我直接把相机包着的，稳定效果不知道好不好，反正能够将就用。手机稳定还可以。现在队伍在增加新的，好多新人了，有那个瑶瑶，还有几个好啊，太多了，现在有些没来，有些跑到罗马那边跳了，然后跑回来。这个也是新的，这个是。这个是男队员跳的最累的，最放得开的。所以有些评价就是说，拥挤的男队员，男队是跳得最好的。这个是翁果木，他是怎么说？他每个地方他都会出现。他跳得非常好，看他的姿势吧，他的舞姿那些，动作那些非常的。这个是在直播。没办法回他们信息。这儿人少的才6-7个。前几天是不是有几个是啥子？他们选美的嘛啥子？穿的之隆重。对，梨花仙子，金川的选美比赛。他们那个一身行头可能都有好重他藏出的资格藏出一身很贵。我晓得。5位数嘛，至少有。我看他们结婚穿那些都是只复杂。我前天昨天星期五没去，他有个那个老板他们组织那个在，他喊我去，我就有点晚了，我没去。他们是去丈夫结婚了，我去陪，没去。你是职业拍这些的吗？没有，也是兼职。都认得到的嘛，他我就去耍，反正有车接送，你是开车可以。我到当时我都限制压缩，然后在早上9点多还没弄完，晓得嘛？我要拿来算了，我想有点犹豫，没去之后。开到那儿去嘛？不晓得，我问他没跟我说。再咋都有点远哦，至少都是杆子啊那些。没有，他是应该在成都周边。成都周边还好。他去拍婚礼，我说要是你开到杆子去了嘛，就他们也有一个国装队，也要跳那个，在罗马广场那跳的。他那个场地是老板他自己赞助的，自己买的音响设备，自己招的人。然后我这儿耍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们队员要穿他们那个他们自己的队服那些。他说你们有兴趣随时可以去，或者你过来这儿集合就是了。我当时没确定。没事。都是藏族的吗？还是有些是有彝族？基本他们都藏族。藏族基
基本上你看穿护照看出来，看他老婆穿汉服就这么出来。这个是羊血儿。哦，我晓得这几我都基本上认识了，看视频看多，都看得很到。那个羊就是汉族吗？藏族吗？汉族毛脚，我看名字不像藏族，但也有可能是。没有问他，我没有问他。像拉错了一点，这儿吃完了还去罗马去直播，晚上整到11点多。那边跳到几点钟来嘛？他那儿是想走就走，他那就在罗马广场旁边。我这儿9点半就必须收的嘛，那边不还收啊？那边也收了嘛。哦，也是9点半。但他自己到9点半就自己就进去就散了。哦。那永成有件要直播了嘛？啊。他昨天有直播的。永成他把那个看在直播，我搜到抖音号我就看到他在直播。他取点水在直播。哦。完了之后就直播自己。我看他们好像有的时候就架个架子，就在那个罗马那边。现在在藏家1号，就罗马广场新修的，还没开业那个，那边灯光很好。这片完全不一样，我觉得以前罗马广场那儿都是矮房子那种。它是个啥？好久走不到1环路来了，基本上走不到1环路。这个也穿变装去。他们确实是身高那些兵确实也占优势，都比较高，再加上他们穿高跟鞋也跳，身材更高嘛。跳舞还是要高点跳才好看。你看嘛，穿高跟鞋的有些。这个女的比较眼熟吧，就是这个红衣服的，也是他们起的嘛，反正基本上每个视频都看到。有个爱笑的叫康珠，那个在罗马那边，一直在笑。有个那个女的就有点矮，那个就跳起又那好好看，叫啥子百货啊？百货。那个就是天之差，她跳的其实不差，但是呢，那个形象对跳舞来说稍微有点不占优势。这个女娃娃也可以，没那个可以。他们跳的姿势都不一样，男的就是半拥抱那种。对哈，小伙子。那边有戴眼镜的大哥还是？我晓得那大娃。今天也跳，他的女儿叫青楚嘛。他的女儿啊，那个是青楚是女儿啊？好像是。我还不晓得。这个就是我嘛。怪不得有一个视频我看到，就是那个跳出汗了，听说要给他查。我还以为他们耍朋友，结果是他们他女儿。今天警察应该麻烦，那边有4个5个那个残疾的那个团队在那边投案，就前面100米左右，那边在唱歌，然后阵仗很大那个，那警察管不了，没办法，那个残疾人怎么介入？然后还有城管，视频里面你拍的有，然后但是直播没有，我相机里面拍的有，放到网上去。这种是弱势群体吧，然后没办法去管，全是侏儒那种，不是很矮嘛，然后周边打了好多站在，然后高音喇叭，然后警察停在旁边也没办法干涉那些。先去。
点手了，这个场面，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氛围感的，最有参与感，最热闹的。西山之间呀啦呀吧，西山之间呀啦呀吧，知名东吧呀吧啦，知名东吧。基本上应该是最后一首，马上9点半了。转正面来了。现在几点钟？
窗口大小价格是吧？反正价格越贵越好。越好。我买的是一杯茶是吧？跟茶没关系，你随便用，警察都不会管你，他随便你用，只要你不在网上发表政治方面的言论和反党反国家的一些不行。他需要审批吧？应该不需要，随便用。我买那个是1400多一年吧，还要买其他的，应该加起来2-3千。那个他买按照流量算的嘛，流量越多它越贵嘛。那你现在在那油管上面一般有多少播放量？没有，我本来搞去，我之前有，现在之前一个账号有，后面被封了，然后重新搞了。现在如果从国内的视频搬到国外，播放量大不大呢？就看你做什么内容。所以说还是得花时间甄选啊，或者各方面。像我们又不是有那个，又不是挣钱那种，我没有想那些。是兴趣啊。对啊，那个是兴趣啊。对。这是什么？不是抖音吧？YouTube 的啊，油管的。油管。TikTok 你有没有在用 TikTok？ 我没用，我不用那个。有，但是我有注册那个，但是都抖音了，没意思。基本要完了。结束了。下班了，大家明天早点来。下班了。9点半。他自觉都那个，都自己就那个了，没必要经常那个，他没吃，他直接跑那个，经常没不好意思，非常习惯了，都惯例了。主要是害怕扰民的。他这边有人还投诉，专门有个人投诉，每天打电话打110，他每天打就这个浙那边这种人知道吗？哪个？每天打电话。广场舞啊跳也不可能跳好呀。你之前他声音，他就吵得比较好，声音比较大吧。我加个你微信嘛，方不方便？有时间一起来看。可以。我这儿就马上去说一下。好，你说。徐龙，拼音。徐龙。就这个拼音，对，就这个。给你一眼，对这个。我姓胡。啊，姓胡嘎。就那个 Chris 胡。Chris 哈，最近留言那个。还是可以，现场还是效果比较好。看视频呢，有些是看不到，有些。我每次压个全部都是压最高那个，我设都设最高分辨率，然后最高码率最高。我想设8K，我搞忘了，没办法，抽不出时间。有些我调8K的那个。那为什么我把那个结束一下？我看那个。